哎，其实熬夜还挺恐怖的。比较热闹的就是焦土前吧，整个剑馆就是非常的热闹，而且还会非常的惨，就是你会能看到无数的女同学这个披头散发、油光满面、蓬头垢面，放着一个综艺，但是却没有人在看，然后大家在紧张的做模型，然后你的指头上什么指甲缝里全都是502，然后大家彼此交流着啊，我已经48小时没有睡觉了，这可能就还挺有意思，也不知道哪里有意思了，对不起，它没有意思。那个亚洲顶级修复师呢，我当时是没有学修复之前我就买了这个，作为一个调侃一样的理由把它买过来。虽然说跟我技术相当不匹配，但是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它还是能稍微给我一些自信。就比如说我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不想做的时候，我低头一看，这4个字，行吧，那我继续做。我们老师说过，说干珠宝不能没钱，干珠宝就得有钱。就是你不能想着我就是辛辛苦苦的，就是去研究，或者是只是单纯做设计。我们老师说不行，我们老师说大家必须要学会赚钱，因为你只有赚钱了，你才能去做出更好的东西。其实，在那个天工开物里面就讲到，就是做瓷器它是有72道工序的，就是72道工序，它可能到采矿呀，包括到它研究泥料，然后呢，包括拉胚、修胚，还有那个烧窑。这一些它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工序了。现在就有一些包括3D 打印啊，还有一些纯工业化的一些生产了，直接机器就可以把这些工序给直接可以取代。